第15章第1节到第2节，我用这个上新的台语的版本来读啦吼，大家嘛听看卖啊咧。使徒行传第15章第1节，有几若人对犹太的倒来安提阿底甲是信徒讲，若无遵守摩西律例来受割礼，就袂当得着救。保罗甲巴拿巴甲因有大争论，大家就派保罗甲巴拿巴。以及因中间另外几若人，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甲长老，甲所辩论的代志，甲因讨论。第6节，使徒甲长老组织参详这项代志，参详真久了后，彼得就起来对因讲：各位兄弟姊妹，你拢知，上帝早对恁中间竞选我，互外邦人对我的嘴听到福音的道理来信，知影人内心的上帝，甲对待咱同款，嘛有手术圣神，互外邦人来证明上帝有接纳因，对信上帝用圣神甲因的心洗清去，因对待咱甲因拢无差别。既然是安尼，咱哪会还要试探上帝，用咱的祖先甲咱所担袂起的担，下伫遐个信徒的肩胛头？咱相信，对主耶稣的恩典来得救，因嘛是安尼得信。大家拢点点听巴拿巴甲保罗讲起上帝用因伫外邦人中间所行一切的神迹奇事。因讲煞，雅各就因讲：各位弟兄姊妹，请听我讲。拄则西文讲起上帝起头安怎照顾外邦人，对因中间竞选人来归依家己。先起嘛有讲起甲遮个代志。相款意思的话，照记载，上帝讲，这代志了后，我要倒转来，将建材面倒落去的布帛，我要搁甲遐个倒坏的起造，甲伊重新建立起来，通互剩落来的人，甲所有奉我的名的外邦人，拢正来找主，因为对世间的起头。就显明这个代志的上帝安尼讲的，所以我想讲，对归主的外邦人，咱唔通甲因为难，就当咱着写批甲因还富，唔通食拜偶像无清气的米，唔通淫乱，唔通食定时的米甲鬼，因为自古以来。伫逐个城市有传讲摩西的律法，就是逐个安息日伫会堂所讲的。22节，迄时使徒、长老甲全教会决定，要对因中间竞选代表，就是叫做巴沙巴的犹大甲西拉，这两个是兄弟中杰出人物，因就差派这两个人。甲保罗以及巴拿巴做伙去安提阿，交代因带去个批，安尼讲，阮遮个做使徒甲长老的兄弟，甲带去安提阿、叙亚甲基利家的兄弟，甲基利家的兄弟请安。听讲几若个人对阮遮出去，用毋是阮交代的话。甲恁扰乱恁的心，为着安尼，阮同心合意，决定竞选代表，差派因甲阮所听的巴拿巴以及保罗去恁遐。这两个人为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甘愿牺牲因的性命，所以，阮差派犹大甲西拉，因会对恁讲起甲批内。所写同款的代志，因为圣神甲阮决定，除了这几项要紧的代志以外，我爱加添重担，
伫恁的信仰生活，恁毋通食济过五常的物，毋通食甜食的精生甲血，毋通淫乱。恁若无犯着这的诫命就好，愿恁平安。小南牧师要家己甲现在的犹太人甲外邦人来敬贺。今天为了准备这个正道，我开始从《使徒行传》第13章、第14章和第15章开始读，这样呢帮助了我了解今天圣经原文的连贯性，还有背景、文化和其特殊的环境和情况。在这里呢，我读到很多不同的名字，有省辖、都市、国家的名字，也提到罗马、希腊神庙、哈米什和伊斯。姓名对亚洲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本身的独特的意义。记得在1966年，我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很快的发现到美国同学们有不少的人有同样的名字。自从退休来美国以后，我先生 Dr. Adams 和我在 UNF University of North Florida 的 Continuing Education 教书，学生们中有不少呢也有同样的名字，以便分别他们的人呢，有的呢是有 Tall Judy、Short Judy， 还有呢有 Carol number 1、Carol number 2、Carol number 3， 还有我们学生中间呢也有坐前排的 Bill 和坐后排的 Bill。我想在亚洲的情况里呢，不会有这么多的人有同一个名字的。我的名字叫周芳兰，是芬芳的兰花。我们苗栗的老家中间有一个小田园，那里有各色各样的兰花，顾家顾，每天会细心的栽培、灌水。那美丽的景色是我一生中难以忘记的回忆。我是从台湾客家的地方生长的，名字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与关系。当人们叫我的名字的时候，我会立刻知道那个人是谁，那个人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有人叫我周洪兰，我马上知道他是台湾人。如果有人叫我祖冯兰，我就知道他是客家人。如果有人叫我朱胖兰，那是韩国人。
湾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们现在还是有人在叫我红郎仔，但是在台湾神学院的学生们呢，叫我周老师；韩国的学生和教授们叫我朱교수님，在华人教会叫我周牧师，在韩国教会叫我朱牧长님，在台语教会朱牧师。如果有人用我的日本的名字Yoshiko，我马上知道那个人是我的家人，是我的亲戚，是我最好的朋友。路加在《使徒行传》里记很多的名字，他讲到上帝的新子民，这些人有从犹大、腓基尼、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来的新基督教徒，他们组成一组。另一组的人呢，是从安提阿、苏利亚、基利家的外邦人新基督徒。犹大基督徒中呢，有法利赛人，他们是严格遵守摩西的法律的人。外邦人的基督徒是希腊和罗马人，对摩西的律法和受割礼的事是不清楚，因这不是他们的文化背景。外邦人基督徒比起犹太人的基督徒呢，成长的速度比较快，也比较多，所以一些从犹大的来到安提阿的人说，除非你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和受割礼，你们不能得救。所以两组的基督徒呢，为了这个问题起了纷争，各说各有理，持自己的意见。那怎么办呢？于是请耶路撒冷的会议来处理解决这个问题。耶路撒冷在当时是基督教的中心区。在会议中，彼得第一位发言，他是谁 ？Simeon or Simon， 是彼得的希伯来名字，他的意思就是听的意思。他是听到耶稣的呼召，成为门徒的。耶稣给他新的阿拉姆语名字叫基法，希腊文的名字叫彼得，两个名字的意思都是磐石的意思。耶稣曾经对彼得说：“你将建造我的教会，在磐石上。”彼得是第一位门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彼得这样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上帝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只是要敬畏他。行为正直的人，无论是哪一个种族，都喜欢，不分你们，不分我们，我们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我们得救不是因遵守摩西的律法，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救。”第二位发言的人呢，是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希伯来的名字是扫罗，他的意思叫做微小。他的希腊文名字呢，保罗是一样，是微小的意思。在第2世纪，有位作者描写保罗是一个矮小、秃头，有弓形腿，有点鹰钩臂的。保罗是犹太教的传统信仰，希腊文化
罗马公民的一位宣教士，他出生在大树的罗马城市，现在位于土耳其的南边。他的同伴巴拿巴其，他的意思是叫做欠位子。保罗和巴拿巴却放胆地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犹太人听是应该的，